喺我哋嘅心入面，都住咗一個受傷嘅小朋友，可能係細個冇被好好嘅聆聽過，可能細個我哋唔能夠表達自己嘅感受，又或者係細個嘅時候，父母太多嘅要求，以致我哋覺得自己唔夠好。而呢個受傷嘅小朋友，有一啲說話未曾講，有一啲情緒佢哋冇得到梳理，有一啲眼淚佢哋當時冇流過。而呢個受傷嘅小朋友就唔會長大，一路住咗喺我哋嘅心入面，以至到我哋同人相處嘅時候，如果有一啲痛處係觸及我哋呢一個受傷嘅小朋友，我哋嘅行為就會退行，去到一個小朋友嘅年紀，以致我哋發咗一啲唔應該嘅脾氣，或者我哋嘅反應會過大。其實都係因為呢個受傷嘅小孩，佢未被療癒。以下落嚟嘅冥想錄音，希望大家可以同呢一個受傷嘅自己、受傷嘅小朋友好好嘅傾偈，好好嘅療癒佢，以致佢可以成長。咁今日嘅你亦都會成長。合埋眼睛，坐一個你舒服嘅位置，可以盤膝而坐，或者坐喺凳上面，雙腳放喺地下，兩隻手掌可以放喺大髀或者膝頭上面，手掌心向上打開。呢一個係一個放開，同時接收嘅姿勢。呼吸，想像頭殼頂有條魚絲輕輕嘅吊住自己，讓自己有返一個 alignment， 但係唔需要有太大嘅張力。下巴微微向下，可以拉返長條頸，慢慢嘅呼吸。透過每一次嘅呼氣，想象自己嘅身體越嚟越沉下，放鬆。繼續嘅呼吸，放鬆我哋嘅頭腦，放鬆我哋嘅膊頭，放鬆我哋嘅手臂、前臂、掌心。繼續嘅呼吸，放鬆我哋嘅大髀、小腿、腳掌。繼續嘅呼吸，放鬆我哋嘅心。我哋嘅心原本係柔軟而溫暖嘅。繼續嘅呼吸，繼續嘅放鬆。每一次嘅呼氣，將自己清空，放低唔需要嘅壓力、緊張，放低別人嘅期望。慢慢嘅呼吸，繼續將我哋嘅心放鬆，再放鬆。想像喺我哋心口之間有一道光，慢慢嘅流出。呢一道光係溫暖而且舒服嘅，讓呢一道光慢慢流經我哋嘅全身，
呢一道光有療癒嘅力量，佢流經嘅地方都可以帶嚟療癒。繼續嘅呼吸，想像呢道光包圍住我哋嘅全身。繼續嘅呼吸，想像呢道光慢慢擴張，再擴張，直至充滿住整個嘅空間。呢度係我哋嘅深海，我哋所需要嘅一切愛、自信、接納、溫暖，一切嘅根源都喺呢度。我哋嘅心原本就擁有一切。喺呢個咁舒服嘅空間，我哋好好享受一陣間。喺呢個舒服嘅空間入面，我哋邀請返細個嘅自己出嚟，我哋畀啲時間，讓佢慢慢嘅浮現。一個可能我哋遺忘咗嘅時刻，一個可能有啲創傷、有啲恐懼，或者有啲被冷落嘅自己，我哋畀啲時間，讓佢慢慢浮現。當你隱約見到佢嘅時候，用你嘅愛、你嘅光包圍住佢，讓佢覺得係安全、溫暖嘅。你願意接納佢嘅一切，觀察下佢嘅形態，即使佢未開口講嘢，佢有冇啲嘢想表達呢？佢呢刻嘅狀態係驚慌、擔憂，定係快樂㗎？當佢覺得安全嘅時候，嘗試邀請佢同你講嘢，聽下佢有啲乜嘢想同你講。
當佢講完佢要講嘅說話嘅時候，嘗試用最有愛嘅自己、最有智慧嘅自己去回應佢，讓佢知道你會陪佢一齊成長，你會接納佢嘅一切。承諾佢，你會再返嚟探佢，你會一直陪住佢，你會好好愛佢。當你同佢都 ready 嘅時候，可以畀一個擁抱自己，好好咁攬下佢。當你同佢都 ready 嘅時候，可以將我哋嘅覺察力返嚟呢一刻，呢一個房間。當你舒服嘅時候，再慢慢打開你嘅眼睛。